新闻头起先来看花莲中山路一间天幕美容店，昨是大火烧。消防头先有甲火拍花，不过到下暗10点又搁烧起来。这火是搁摊到隔壁店面，加在是拢无人调伫咧内底，嘛有救出20多只的宠物。这导火原因搁来调查。 天幕美容店的看板突然间导火，火烧甲正大，还佫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。经过民众看到，惊甲赶紧报警。怎么办？那个狗要怎么办？一个人摕灭火器要来斗相共拍火，不过火势实在有够大，无在调拍花，大家赶紧向后退，等消防队来救。隔壁就是有名的连锁素食餐厅，规排建筑物拢停电，黑暗暗，这个大火一直向两边烧。 二小生一台罐酒甲现场的铁门浇毁，要入去厝内拍火。由于现场是属于预造的联动建筑物，因此在燃烧的时候非常的快速，也造成我们在抢救上极大的困扰。总共45台各种消防车，甲145位警义消轮流拍火。好在在内面无人，不过店内还有店家己饲的狗，还有人去捡伫只鸟狗等待救。 员工也有消防人员伫火场内面救出真侪狗，有一寡已经强要无喘气，赶紧甲因做心气复苏，抢救因的性命。本来火已经大致上控制，不过暗时10点佫倒起来。就以义消分队长，敢若身体无爽快，赶紧上自制笔记。他当时有带氧气筒进去吗？没有，在外面而已。但是就是闷热。火伫暗时11点外被控制。 大约有20多只鸟狗被救出来，不过实际的伤亡数量也怪业者确定。花莲市长魏家言讲，现场规排的厝差不多拢是店面，若是有需要安置的受灾户会全力斗相共。那再来就是我们会看明天把火灾的这个部分厘清完后，那可能也会发放我们的一个慰问金。今仔早起，火调科人员将会进一步调查导火原因。受大火影响的店面也暂时无法度营业，损失也怪估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